只是看不中該人和他的供物，該人就大大地發怒，變了臉色。創世記4章5節。創世記前3章揭示咗神嘅創造、人嘅墮落同神嘅拯救。跟住落嚟喺第4章就記載咗人類歷史第一宗謀殺案該隱同亞伯的故事，從中可以睇到神嘅品格同罪嘅性質，仿佛係好似前3章嘅內容附錄。看嘅希伯來字係不隱含褒貶嘅中性詞，然而呢個字嘅輔音拼寫意思係看見的東西就是吃的東西，用嚟描述祭物嘅外觀。呢度提供我哋一個更深嘅含義，神唔單止係睇呢兩兄弟獻祭，佢亦都審視祭物嘅品質好壞與否。向妥拉獻祭嘅一項重要原則就係，神只係接受值得收下嘅祭物，單單有獻祭嘅行動並唔夠，仲需要面對基本且必要嘅檢查。唔好以為只要獻咗祭就一定會得着神嘅稱讚。聖經清楚說明，該隱嘅祭物並不蒙神悅納，因為佢獻上嘅唔係最好嘅。佢以為是但獻啲乜嘢俾神都唔緊要，只要有做就好。呢個俾我哋知道，神對敬拜有一定嘅要求。我哋應當試下問自己，我嘅奉獻是否滿足神嘅要求呢？當神看我嘅奉獻嘅時候，看到嘅係生命裏面反映出佢嘅熠熠生輝嘅本質，將最好嘅獻俾佢，並且歸榮耀俾佢嗎？定係看到嘅只不過係勉強盡點責任，好滿足教會嘅要求呢？